過咗2集有關體能、心智、社交3方面嘅激烈切磋 ，Stanley Team 同 Tiger Team 暫時各擁有200分嘅快樂指數。今集終極對決啦！究竟邊位領隊可以順利帶住隊友拎到冠軍呢？而家就請2隊嘅隊員出場啦！為咗迎戰今集，你哋有冇啲咩賽前嘅準備啊？我準備咗啲信心，準備咗啲體力。係，而我哋最重要就係 team spirit。喺最後一戰之前，我哋不如就玩個小遊戲啦，好冇？咁一陣間我就講個形容詞出嚟，咁大家咧就即刻指嗰個人出嚟，好冇？好，快樂足球快問快答。第一題，邊一個體能最好？3、2、1，你度咁係咪真嘅咧 ？Sport 都係 OK 嘅。3、2、1。Isaac 全票通過嘅係，因為佢無論面對贏定輸，佢永遠都係笑得好開心啊！佢無論俾幾多錯嘅 tips，佢都係繼續俾嘅。俾啊！好啦，大家已經 ready 好啦，似乎都火藥味都幾重啦嚇。3、2、1，哎呀，哇，好快喎 Elvin！好，攻守互換，3、2、1。大家又 ready 好啦，我哋呢邊派出咗我哋速度嘅代表Gordon，你有冇信心啊？有。3、2、1。但我仲話你係速度嘅代表添。3、2、1。我是尖腰的。準備好未？有冇啲咩説話想講啊？快快你條尾啊！你條尾喎，而家係。唔使講啦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係啊！輕鬆射入啲球，攞多2分。好有型啊！暫時牛牛係以3-0贏咗 Isaac 嘅，跟住有哈利老師對 Tiger 啦。即係我呢一鋪，如果我攞足晒4分咧，就可以反超前啦。冇錯。好，3、2、1。好快好快！其實咧，因為有啲假人擋住你咧，好難伸隻手出去搶。咁所以咧，我都係 plan 咗咧，佢轉去藍色雪糕筒嗰一下咧，我就伸隻手出去試下搶啦。feel 到佢係已經掂到條貓尾，只不過唔知點解扯唔走啫。分唔到啊！慘啊 ，Tiger 佢射唔入啊，暫時以1分領先，跟住攻守互換。3、2、1。哦，先嘅。唔緊要。哎呀，哇，老虎除咗個靈魂老之外，身體都係老噶。哈利老師使出渾身解數，甩開後面隻老虎仲射入埋，以2-1嘅成績贏咗 Tiger。我哋會派出 Elvin 同你對戰嘅。Oh my god！我係 Elvin，我而家會好驚。Tiger 師兄都話 Danny 係佢哋團裏邊最勁嗰個啦，有幾勁啫？3 ，Let's go！耶！3、2、1，吹到 Danny 都唔係同一個2級嘅怪物嚟嘅。冇錯啊 ，Tiger 你講得好啱啊 ！Stanley 用恐怖嘅力量壓制住 Elvin，以2-0勝出呢一局，點解釋先？手眼協調同埋反應咧好緊要，望到你都要捉得實佢先得。嗱，啲人咧，佢就係型嗰下咯，即係你一講開始佢就放手。係啊，佢成功，策略好好啊！開始，咁都指上第一人啊！好，隨時開始。喂 ，Tiger 你放水俾哈利老師喎。啱啊！喂，俾啲心機搶翻分先啦。好，隨時開始。好勁啊！好啊，傳波啊呢個係。你2個傳波嘅技巧真係勢均力敵啊！好，隨時開始。差啲接唔到彈走。個氣球飄到咁樣，哈利老師你都能夠接得住，真係勁啊！接到啊！唉，但係之後幾次咧，大家都接唔到個氣球啊！最後哈利老師以2-1險勝 Tiger。犯規！喂，你交波啊！你呢個係你傳咗個波俾佢喎，快個風啊！我即係決勝負喎，呢下係我哋食飯啲 budget 就喺晒呢度。5號就因為你真係要撩啦，嗰個拋物線啊、力度啊要計得好準確。有信心就得㗎啦。由一開始啦，唔係咁簡單啊，師兄。田豐嘅果然厲害，有1分啊！咁簡單嘅原來係咯，所以我而家決定。哎呀 ，Bosco keep 唔到個氣勢，只係射中1號得1分。OK，咁Isaac你嘅目標係冧晒㗎喎。要啦，轉身。哦，點啊？有掌聲但係冇分。我諗你可以射咗2個得。右腳。點啊？最後一球俾我哋試下6號啦，好嘛？boom！哇！因為我嘅準程度係非常之差嘅，大概10球有10球都係 miss 嘅。
可以試下瞄準少少嘅。冇錯啦，好，我射4啊，有 feel，低分過我啊。爭啲，我哋仲有希望啊！講中咗，犀利啊，連中兩。好勁啊！一齊傳波啊！哇，好作狀啊！成隊一齊出去傳波俾 Tiger。哇！我4先。呢樣揀4號係因為性價比問題，有好多人射得中4號啦。喂，嚟啊，俾我中個4啊！有啊！證明 Tiger 都係適合跳拉丁舞嘅。我想試5喎，我就覺得我其實滿意嘅，係冇分啫，但係嗰個方向都接近嘅，起碼我係射到去我瞄準嘅嗰個位啦。好多球都係爭少少，咁呢個就係其實佢係好難咯。雖然你一球都唔中，但係你嘅心態係滿分嘅。我哋而家輪到我哋 Sport 隊長啦，加油！最有自信嘅。 4好似有 feel 啲喎。有啊呢球。哎呀，唔緊要。哎呀，似人。如果試下細力啲咧，會唔會好啲㗎？細力啲踢唔起喎。OK，好。計佢啦， OK 真係擦邊啊！ 1分啊！一下子。 Sandy 你係 last 一個咯喎。嗯。你而家係領先5分。5分。你有冇信心去拉大呢個分距？有啊。係喎，你冇講話射邊個喎？係咪衰啊？第一球又話唔計。你哋話唔計㗎。Stanley 咁就一腳翻 ，Tiger 成 team 上陣。知道自己邊啲方面差啲，咁啊翻去操練多啲，咁啊下次再鬥過。 Tiger team 大懲罰時間嚟啦！嚟咯嚟啊！對恐懼啊！